到早，欢迎收看1月1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头先来关心，去年9月，花莲马丹溪做大水，造成19个人死亡，5个人失踪。迄当阵，真侪灾民拢表示讲，因无收到爱通知爱撤离，害真侪人是未负逃生。昨花莲检方大规模去搜索，佮有约谈公户乡长林清水等等4个人到案。上新的消息是，民警考生站的精神办人员信后是已经先请回，限制自己甲出境出海。乡长对于检调的指控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主要跟乡亲说的。经过尾10点钟的侦讯，面对记者咧问检调指控，甲敢有话想要对乡亲讲，公户乡长林清水拢无讲话，10时暗时要11点来到地检署接受复讯。包括市长的秘书、民政课姓王的课长，也有民政课姓詹的精神办员，相关人员暗时拢移上地检复讯。其中姓詹的精神办员信后请回，而且限制自己出境甲出海。阿乔不见了。检调继续咧理清责任，关注去年9月花莲八达岸溪崩沙湖做大水，造成19个人死亡，5个人失联。有灾民控诉灾难发生进前无任何通知，失去逃生的机会。负责第一线撤离的林清水捌表示，疏开的人数一直咧增加，已经超过公所的量能。比较困难，就是说我们的划定范围那么宽大，你到底多少正确资料给我们可以才准备多少兵力？林清水进前强调量能甲资讯无够，不过灾民这期灾前的通报甲撤离机制敢有真正启动，也正做是检方后手理清的关键。你下面的人完全不动作，连我们大坪村佛祖街连听到广播都没有。如果你有宣导，我相信佛祖街的人听到，一定会有离开的人，怎么还会有人在里面？公所若真正量能无够，敢有实际甲顶悬反映讨救兵？因为多数的居民是爬顶悬去避难，尤其大多数拢是老大人。事前的防灾宣导甲第一时间撤离公布，敢有真正落实，已经来做是调查的重点。检方调撤离名单甲防灾通报的资料，理清敢有人为疏失。县委早上有收到这个讯息，那我们尊重那个司法机关的调查。公所予人抄，乡长也予人调查，专案向涉犯过失致死、荒废职务罪的方向侦办。虽然花莲县府表示尊重，也毋过相关的撤离牵涉公所、县政府甲中央的配合。检方后手侦查，敢会去到更较悬的层级，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台电伫咧高雄做营变电所，总有一个县长的巡检班长去上班，准备要换工停车的时阵，这人说是无细致，或者电动铁门夹到，方发现的时阵已经断开无心跳啊。家属也来质疑讲，这大门的设计有问题，是安怎拢无防止夹到的机制？台电县长的巡检班长的机车要停伫大门口。14早起7点半，依照平常时做法，骑机车到做营日厝变电所，准备换工停车出门巡检。不过煞不幸发生意外。张姓男子疑似操作电卷门时不慎遭夹困，经现场救护人员急救检视，已无生命真相。初步了解，县长的班长开电动铁门过程，卡到红外线感应器，铁门马上停落来，因为宽度无够，无法度让机车通过，伊伸手去挤开关。正常的程序，开门进来，或者是侧身进来，来到开关这边按开启的动作，那就用手伸进来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才发生这个不幸的憾事啊！力道太强了啦，不能这样子啊！而且他们同事之前上个几礼拜之前才发生差不多的事情，在冈山啊。县长的班长是台电驻青员工，已用37年的资历，过4年就要退休。家属质疑无大门防夹机制，同款的案件不是第一摆，不过台电所拢无改善。我们的同仁在工作的过程里面遇到任何的工作伤害，台电公司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予抚恤。台电表示，会加强宣导作业安全，配合检警甲路检这单位调查清楚原因，也澄清高雄区处无同款的事故发生。专业铁门师傅建议，电动铁门应该加装红外线感应，让人车架咧应停止运作。同时，尽量用遥控器来操作，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太平的中良路是往南投的主要道路。伫咧去年7月有风台扫过落大雨了后，这山壁土石就变较松软。也最近当咧进行永和的工程，说向有一粒5吨重的大石头扔落来伫路里，双向的交通拢断站，好佳在是无人无车，经过2点钟也已经拍通。卡土机甲石头卡掉，路石一直连落来。台中市太平区中良路4段35公里的所在，10时早起10点外进行边铺永和工程时，一块重5吨的大石头落下路的，互原本单向管制的过路变做双向拢未通。真侪骑车人讲事先毋知讲当地伫施工，当地是台中通往南投各县主要路。骑车人讲，若等的时间伤久，只好换行别条路。因为要国信。那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呢？看一下能不能过吧。瞬间就哇，太恐怖了，就一直滚下来。你把它挖到就会掉下来，这个太陡了嘛。去年7月风台大水雨了后，这山坡就开始出现松动。市府规划边坡改善工程，2天前开始有风声清除这石头。施工单位采取单向管制，15到30分钟放一摆车过，这摆大石连落来是连伫管制区对向车道，造成双向交通拢断去。工班是赶紧调派重机海来清除，大约是2点半钟恢复单向通车。上次台风跟去年的7月底豪雨造成的边坡不稳定，所以建设局我们是赶快办理这种边坡稳定抢救的一个工程。但本来就管制单向通行的。目前施工内容是针对判定为不稳定的裸露岩块进行预防性清除。施工期间因地形险峻，已进行交通管制及现场警戒。加在大石头落来时，无人车通过。建设局用工处讲，施工地点地形真危险，真惊。当时有交通管制甲现场警戒，会专程加强安全的监测甲风险控管。清除石头也继续到21，随后进行喷浆的作业。规个工程有加3月底才完工，车民将配合这个交通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今仔透早各地油源是较冷。伫咧新竹县西，敢若8度2，气象署要针对7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东南部、恒春半岛地区有可能会落阵雨。在时啊，西半部甲宜兰地区的低温大约12至15度，花莲、台东大约16、17度，因来这时啊，北部、东部的高温会升悬到23至25度，中南部甚至会来到27、28度。早暗的温差是真大，所以提醒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另外，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有形成一个今年第1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会成做今年第1号风台陆安，预估是袂直接来影响到咱台湾。镜头往来看，泰国东北部由中国咧推动的中泰高铁，这工地天车说是向倒去，去撼到一台经过火车，也害这火车跋落尾，已经有造成超过30个人死亡，60个人受伤。火车车厢清楚阵阵乌烟，车体也严重变形。泰国东北部早起9点外发生一架互人真惊吓的铁道意外，一台由曼谷开向奥运府的特快车，伫经过中泰高铁施工路段的时阵，顶悬高架桥工程用的一台大型吊车，向飞9公尺远落落来，直接弄向火驶的火車。เคนไปเขาว่าเคนเนี่ยผมก็นอนหลับอยู่ว่าเคนมันห่างกันอยู่นี่เคนตัวนี้นี่นะมันกระแทกแล้วก็เลยตัวลอยไฟลุกเลยไหมครับตอนนั้นร้อยไฟยังไม่ลุกครับแต่ว่าคันที่2พอผมลงมาดูช่วยคนเจ็บเสร็จก็เห็นควันเริ่มมาแล้วเริ่มมีควันคันที่2เลยไฟไหม้ก็ช่วยได้ไม่ทันช่วยได้แค่คันที่3ได้บางคน第10车厢虽然惊险闪过，不过后边第2、第30车厢被吊车重弄掉，车厢败尾，并且了后引起大火。消防人员一直向损坏的车厢喷水，救援人员徛在火车站海淀园找找罹难者。真侪乘客和歪曲更帮困掉的所有人员爱用切割器材才紧急转海救援。乘客大部分是去外地工作路工甲学生，向欢呼，互真侪家庭心碎。แล้วรถไฟมาพอดีเลยไงครับใช่ครับอ๋อจังหวะพอดีเลยครับพวกนี้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ที่ความเร็วสูงสุดแต่ถ้าอยู่ๆมันมีเบรกอะไรตกมากระทันหันอ่ะทำให้รถฉีกกั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สูญเสียที่ไม่ควรจะเกิดเลยและมันเกิดซ้ำซากตลอดนะครับ
这台吊车是作为一项价值54亿美金的高速铁路建设工程。这计划由中国支持，目标是在2018年进行起好，连接万国，经过辽国通向中国昆明的高速铁路，属于中国近代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创意之一。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负责承包的公司甲去年3月在办公倒去国家审计署办公大楼的承建商是同一间，但是发生了后，时间暂停。泰国政府已经成立联合调查小组。重点查核吊车操作轨道安全防护措施，时间甲铁路运作协调机制是毋是有疏失？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美国政府宣布要允准回答出口先进的晶片 H200去中国。不过外国媒体就报道讲，即马中国的海关说是禁止回答 H200的晶片来进入中国。再来看《联合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正式来表态，打算伫咧23国会开议迄天来解散众议院，重新改选。落尾是《自由时报》，民进党昨公布嘉义县长的党内初选结果，要派立委蔡玉仪出来选。另外也定了南投的气科医师温世正，要和这个争取连任的南投县长柯淑华来车拼。继续来看，这昨民进党确定由立委蔡玉仪来选嘉义县长，因为国民党这边是当咧考虑敢要在野合作来参选。另外，昨暗民进党也来进行台南市长党内初选的民调，立委林俊宪甲陈登辉两个人是当咧竞争。今仔日拍算就会来公布要派倒一个出来选，对战国民党的参选人贾良介。初选名。民进党立委蔡玉瑜的服务处内面是充满欢呼喊破声，因为党内嘉义县长初选的民调出来，伫甲国民党嘉义县的立委王玉敏当作对手的状况之下，蔡玉瑜以64.8%支持度大赢对手议员吴英利的38.1%，确定代表民进党选。黄龙利议员呢也提出相当很多一些政见，那这些政见呢，未来我在大选的时候一些政见的一些参考。我接受了这个选举的结果，未来爱嘉义的心永远不会变。另外，伫初选过后，重点放伫党内的团结。另外，伫国民党的部分人选还未确定，但是党中央表示讲，无排除采取在野合作的方式。嘉义县的部分，对我们国民党来讲，事实上是相对艰困的一个选区哦，还是希望采取在野合作的方式。温市镇动算。民进党持续进行各县市的提名作业，党主席赖清德佮宣布定调南投出事的新北市气科工会理事长温世正，伫南投县挑战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县长柯淑华。伫南投出世、食南投米的南投囡仔，要回来顾厝啊！拜托大家多多支持。民进党这次提出的这个县长的候选人，蛮让我惊艳的。我们期待一场这个君子之争。另外，民进党初选民调之前，正受注意的台南市，伫14暗时继续请兵，要选的立委林俊宪，佮一摆合体拄伫高雄赢得初选的赖水良。另外，陈登辉嘛找王世坚来坐镇车哨，伫上尾阶段继续冲。民调若顺利完成，上紧15早起就公布结果，到时就知影是谁来对决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贾良介。记者综合报道。昨咱这台股是要起到39994点，差6点就会当达到31000的纪录。落尾是收伫咧39841点，犹原是创下新高纪录。因为台股去年是起25.74%，这净交税也扣甲有史以来上悬，有到2928亿。14台股开盘阁继续攻关，30742点开出，开盘过1点钟了，盘中上悬冲到30994点，只差6点，就到37000点。啊，不过，甲即几天是台积电带头冲无共，14个台积电股价反倒但伫1710块平盘来回。除了电子股之外，今天在非电子部分的话，表现也相对有所表现。那基本上到盘中为止的话，除了金融股是小幅下跌以外，其他的类股族群大多都是上涨。那显示说，资金目前来看的话是有扩散的效应，不像前2个交易日就是集中在台积电跟台积电供应链之上。
就在台积电办事要开发税会进前，传出美国正式批准回答的 AI 晶片 H200销去中国，也受市场的关心。台积电过去一季的营收表现甲今年营运展望，又有一个美国庭是不是有希望提早甲市场放下？美国要求台积电在当地起构造的精英厂的议题，拢将做焦点。专家认为台积电发税结束了后，市场可能出现第三获利了结。不过中长期仍然看好台积电，因为去年台股全年起15.74%，也带动全国证交税实定正价113年2887亿，去年是2928亿，年增1.6%，创下历年的新高。在高档波段区间震荡的那换手量呢会爆出来，那所以我认为今年的这个证券交易税呢，应该会比去年就是2025年还要来得高一些，那甚至于不排除呢有再度的超收的这个可能性。分析师认为，台股已经连续3年大多头行情，今年要在延续第三升关的机会较少，可能用波段区间震荡可能性较大，不过因为出现换手量，今年证交税有希望比去年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即阵金仔真贵，伫咧中部就有诈骗集团是摕假金仔去当店来换现金。为着要预防这款的情形发生，伫咧台北市的公营当店最近也来引进贵金属的分析机器，确保因收到的金仔无偷揽到假。你没看过他，你怎么会相信他介绍你的投资？得到警察联盟发言人外交笑笑，因为坐伫银行柜台，原本已经要汇钱予诈骗集团，一直到警察到现场，才知影讲家己差点被骗去。第一个不收你手续费，第二个跟你介绍让你赚钱的，是这社会上有可能吗？诈骗集团经由交友的软体熟悉发言人，讲有黄金投资来骗伊，因为相关情况我们这站应该有10来家有吧，看起来都是项链居多啦，因为项链称起来才会比较重，诈骗起来金额才会比较大嘛。工会证实收到金仔店业者回报，出现敢是假黄金集团摕参来有的金盘链要去金仔店要卖，因为业者一时无看出来，就可能损失真大。黄金真侪诈骗集团联盟的目标，因为地缘政治造成金仔一直起，国际金价90天内底已经对每盎司3635块美金，大起到4586块美金。另外，就是金仔店黄金排骨计价卖出一钱是代票18280块，创下新的天价。那像我们以这一条金链来说哈，我们测出来的结果，黄金的部分大概只占82.62%。台北市财政局所属的公营当店，最近也引进秘密的武器贵金属分析仪，利用电光扫过20秒就使鉴定金属的成分，也有成色的比例，会使看出白银、黄金这30种贵金属的成分，确保收集物品的正确性。传统检验方式就是有感官法，有水笔重法、有火烧法等等，引进这个机器，让我们可以对黄金的比例，或者是它有没有包含其他的金属，来更精准的掌握。贵金属分析仪一台要65万，准总共采买6台，放伫台北市各营运的据点。当接触也强调，佮配合传统的判断方法来运用，新增加一个方法。记者综合报道。真侪诈骗的共犯去 ATM 领钱，拢会包假，或者警方是真歹对查。金管会即马就要来试办 ATM 面膜啊辨识的功能。民众若去 ATM 领钱，这面有挂喙暗或者是电膜啊 ，ATM 就会单警报，提醒民众赶紧甲查到面的物件摕落来。因未露出完整五官，请脱帽。民众若在领钱的时，听到警示的声音，还是画面出现提醒的字，先免紧张，只要甲查到面的物件摕落来就好了。会有这款机制，是因为诈骗车手定会挂喙暗、电膜啊等等，利用银行 ATM 犯罪，互警方真恶掠人。根据中央社的报道，为着要防止诈骗，金管会有甲中国信托、国泰和第一等5间银行合作，运用面部辨识，有500多台 ATM 会出现警示。那目前也已经有部分的银行在试办当中。那也会有其他的银行陆续加入。如果民众在使用 ATM 的时候有看到提醒的画面，或者是听到提醒的语音的话，那希望能够尽量的配合来脱下口罩或者是安全帽。
金管会表示，各间银行的做法拢无共款，不过上大的原则是呼吁民众领钱时莫砸到面。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仅去年12月诈骗报案的就有14294件，财损的金额超过66亿，诈骗是有影真济。针对银行 ATM 试办面部辨识的方式，反诈骗联盟表示肯定，若是实行方式引起不方便，伊嘛呼吁金管会收集民间的意见来修正。场合他必须要佩戴口罩，但你领钱的时候不会花你前后超过3分钟嘛，对不对？比如说面部有些受伤的民众呢，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再做一些更完善的研讨，或者是民众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协助倾听的声音我们可以做一个反馈，让整个制度呢更严谨。金管会表示，目前是鼓励银行合作试办，未来敢会扩大试办，嘛会经过和政府、跨部会、银行等各方面检讨评估了后，再过来做决定。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国务院宣布讲，对后礼拜开始，要针对包含罗西亚在内75个国家暂停办理签证，恐惊是会大大去冲击到移民也有旅游。另外，美国最高法院又宣布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案来表态，这是互法律界也有商业界是拢真烦恼。关系川普关税授权的法律争议也无清楚，美国最高法院伫拜三发布上新一批裁决，也毋过名单当中煞无看到各界上界关注的关税争议案。专家分析，最高法院直直无对行政部门加扣关税法律权限做出上尾的裁定，代表白宫目前针对各国加扣25%甚至更较悬关税的计划，伫宪法层面也是有挑战。目前保守派甲自由派大法官看法也是无同，若准判决继续拖落，虽然对白宫维持现状是有利，也毋过法律界所烦恼行政权力会扩大甲上超过。法律的争议直接反映伫商业界，全美国各大码头大批来自中国、印度、欧盟的货柜，因为真悬的关税面对成本涨悬的压力，真济业者原本希望最高法院会当判决关税违法，争取退税的空间，也毋过伫裁决约不出来的状况之下，卖场内底民生物资介绍已经无解稳，专家警告，若准最高法院一直拢无裁决，无确定的关税成本恐惊会转去到消费者，尤其旧历过年会大补货，全球供应链恐惊会有大震动。也若美国外交是传出大变化，国务院拜三表示，川普政府1月2日开始无限期停办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包括罗西亚、伊朗、阿富汗，甚至连巴西、奈及利亚甲泰国也拢有。国务院发言人指出，这项措施是为着重新评估审核程序，确保未来移民袂乌白用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真做是公共负担。有律师指出，这项冻结令实际上等于是对要半数的国家，甲合法移民的大门关起来。公司新闻陈伟林、郑建公编译。但美甲格陵兰的外交部长去到白宫，和美国副总统范斯，也有国务卿罗比奥来讨论格陵兰的问题。但美甲格陵兰是坚定拒绝和美国接管，不过川普也讲，伊袂放弃选择权。这场伫华府讨论格陵兰问题的会议，互人讲作是坦白，而且是有建设性。但美甲格陵兰大硬拒绝卖地，也是互美国控制，强调维持现有的状况。引用民调显示，敢若6%的居民支持加入美国。We therefore still have a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 We didn't manage to change the American position. It's clear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his wish of conquering over Greenland. We made it very, very clear that this i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the kingdom.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want to be ow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总统 Trump 对丹麦伫格陵兰军事部署看无够重，讲格陵兰敢若靠9咧拖细车防卫，表示搁加一组安尼的军队也是无啥路用。I'm not going to give up options. Denmark can do about it if Russia or China wants to occupy Greenland, but there's everything we can do.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Denmark, and we'll see how it all works out. I think something will work out. 配合丹麦政府的请求，目前法国已经确认要派兵参加欧洲联合军事任务去格陵兰，甲瑞典、挪威、德国等等东部行动，强化北极安全甲北极团结。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加拿大总理卡尼即阵是去访问中国北京，按算拜五，佮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谈，希望会当改善加拿大也佮中国之间的关系。另外，中国最近也是来对欧洲各国施压，要求爱禁止台湾的政治人物入境。咱的外交部是表示严正谴责。
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专机10时暗时到北京机场，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到场迎接。这是让高档加拿大领导人搁在访问中国。China, another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 and Canada's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s certainly high on the list of a country where we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have a negotiation and ensure while we are doing that we are representing Canada's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he interests of Canadians. 这几冬来，中加关系真紧张。为2019年并满洲事件，中国关2个加拿大公民到准令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加扣100%的关税，双边关系恶化。卡尼这届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修复两国的关系。预计拜5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外媒指出，中国有可能放任对加拿大油菜出口的限制，来换加拿大降低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不过嘛，因为卡尼访问中国，原本来到台湾访问的2个加拿大执政党众议员何杰斯甲拉隆德决定提早3天返去。声明有讲到是根据政府的建议，避免甲总理访问中国行程有冲突，造成外交政策看不清，所以2个人嘛无见到总统赖清德。不久前，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演，非常感谢加拿大政府发布公开声明，表达关切，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不过，当时英国卫报报道，中国官员想空想胖，甲欧洲国家提供法律的建议，要求欧洲各国禁止台湾政治人物入境。我国高层赴欧盟国家访问，是台湾与欧洲的正常交往与互动，并受到欧洲各方的欢迎，有助台欧互惠互利关系的发展，完全与中国无关，中方更无权置喙。外交部大谴责中国施压的行为，而且指出，就算中国想要破坏台湾甲国际友伴的关系，咱会更加坚定甲理念相像的国家做伙合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伊朗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是已经过3礼拜啊！美国总统川普搁再呼吁伊朗的民众爱继续来抗议，甚至去占领政府的机构。美国的援助也已经特别到位啊！不过外界是认为讲，这伊朗的新权统治过去这50年来已经建立真严格监控体制，若要引导目前的伊朗政府，恐惊是无遐尔简单。美国总统川普13强调，若将和伊朗政府定下示威群众正确死亡数字，美国对做出适当的回应。We'll get some accurate numbers as to what's happening with regard to the killing. The killing looks like it's significant, but we don't know yet for certain. I'll know within 20 minutes. So, and we'll act accordingly. 川普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强调，若伊朗伫10时开始用假刑处决民众，美国采取非常强硬行动，不过无具体说明。进前，川普伫密西根州的集会公开呼吁伊朗民众坚持落去，继续抗争。美国援助已经特别到啊。And by the way, to all Iranian patriots, keep protesting, take over your institutions if possible. And save the name of the killers and the abusers that are. And I've canceled all meetings with the Iranian officials until the senseless killing of protesters stops. And all I say to them is help is on its way. 伊朗因为通风问题爆发抗争，为去年11月18到即马，已经破获全国31个省份内底180万个都市。总部伫美国人权行动者通讯社统计，已经造成超过2400人死亡，当中包含12个囡仔。伊朗政府为1月7日开始切断全国差不多9000万人的网络，不过有人透过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卫星接收器，将抗争释放尽可能对外传送。伊朗政府指控美国想要继续军事攻击借口，不过另外强调。加美方对回管道一直维持开放。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باز هست و هر وقت نیاز بشه از اون طریق پیام‌های لازم رد و بدل میشه علاوه بر کانال رسمی که میدونید کانال دفتر حفاظت منافع。虽然这摆抗争表面上对伊朗新权政府造成压力，不过专家认为要断定德黑兰政权会在短期内崩盘，还阁上过早，会触发伫后续抗争规模。伊朗情形该战是不是分裂？美国、以色列是不是军事介入？包含真国防的后生流亡海外巴勒维是不是组织强大反对势力？甲86岁最高领袖哈米的警方状况这因素。BBC 指出，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政府的建立政变，而且
车站口镇下网络，15万个移动革命卫队就是镇下革命的反革性，也有数十万个效忠成权体制民兵组织。所以目前也无到移动成权政府会向向帮办的阶段。公司新闻景元庆评论。国际有虾米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伊朗的国营电视台就替美国总统川普2024年的造势，险啊，互人开枪暗杀的画面，讲即届要互政治社骗去。伊朗的局势压悬，意大利外交部搁再强烈呼吁公民赶紧离开伊朗。英国伫伊朗首都的大使馆也宣布暂时关门。美国总统川普对联准会主席鲍尔发动刑事调查，逼伊赶紧落台。不过，真侪国家的央行总裁是发表联合声明来支持鲍尔，强调央行独立的重要性。镜头转来看国内，目前已经有19个县市，包含屏东县也来推动免费的营养午餐。不过有厂商就讲，这通货膨胀的压力大，而且即马油品处理的成本增加，建议相关的费用也应该爱调悬。提供200家人73间学校营养午餐，伫新北即间团膳业者，逐工都落死甲安。全国餐会工会全联会统计，供应午餐的厂商逐年都减少。目前全国差不多有161间，主要因为通货膨胀甲人事的成本提悬，法规限制愈来愈严格。对2027开始，台湾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喷处理费嘛会提悬。喷较早会当卖钱，即马一个月支出要到10几万。但明信表示，对厂商来讲，利润压缩，而且风险悬。中部也有团膳业者表示，9月新学年要起10块才符合成本。全联会初估，大家学生达等爱上3块的喷处理费。如果在北市的话，至少5块钱以上的厨余处理费。对，那当然中南部目前抓一定是要3块钱以上。已经有19个县市实施，也是宣布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不过9月新学年，团膳业者可能起价。全国家长会长联名表示，品质也是家长上关心的代志。是不是也会让这个成本升高？那我们家长们最关心的就是小朋友在吃的上面，是不是会吃的不如从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教育部去年底宣布讲，要来提升公立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其中行政奖金逐个月上最加2000块。高雄市近前也宣布讲，行政工课奖金要加1.5倍。即阵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对来宣布讲，台北市的校长逐个月加发3000块的奖金，主任加发2000块，组长加发1000块，会对去年9月开始算。下晡2点，北投国小的宣教组长王凤玲才在食中昼顿，哪食搁哪看电脑，因为2点半搁要开课发挥。对，因为今天主任他外出去毕业旅行了，所以我去帮忙代表去。会议记录每一个信件都是要我们这边去发，所以那个量事实上说减可能其实减不了了。爱上课，搁要处理学生的大细项代志，有疑似霸凌案、校事会议，都要甲访谈拍字交报告。王凤玲是真侪减行政的老师之一，最近几年是愈来愈少老师想要减行政。对这教育部去年底是宣布讲加发行政工课的奖金，逐个月1000到2000。另外，高雄市伫7月宣布营养中昼顿免钱的时阵，嘛宣布行政工课的奖金加到1.5倍。台北市长周万安14嘛宣布讲，因逐个月嘛加1000到3000，而且搁会当对去年的9月开始算。校长，我们每月再加发3000元；处室主任每月再加发2000元；组长每月再加发1000元。北投国小的校长大俊贤讲，加行政奖金伫短期内会当鼓舞士气，但是长期来看嘛是要思考工课量的规划和补人力。在面对很多制度上面的调整，它如果一样越来越增加的时候，那个 loading 一样会继续跑出来。人力我觉得是目前各个学校最吃紧的一个地方。就是非常感谢蒋市长的这个大力赞助，但是1000块可能真的是没办法补足大家的心里的那种饥渴啦，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行政量跟对于这个金钱上可能没办法成一个正比啊。全教总表示讲，若愿意来发奖金，一定有鼓励的作用。但是调薪法制化才是正道，无亲像台北市和新北市正近，最有可能因为奖金的差别造成资级效应。中央和地方拢爱思考什么款的薪资结构，才有符合会当招收到优秀的老师和行政人员。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即阵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有一寡企业也推动优先措施，或一寡高龄的劳工会当延后退休，或者是搁转来食头路。即阵劳动部也有公布相关的参考指引，希望劳资双方会当来协商，讨论上班的时间、地点、内容等等，或一寡中高龄的劳工工作会当较顺利。真沙抓伫毒肉，一了就处理好啊！伫大卖场工作阿美姊啊，毋那毒肉真厉害，整理冰柜电视的肉片，因为真有经验，真熟，一了就整理好啊。65岁伊做甲真惯势啊，退休了后，互公司佫请转来做。到这里面来，我的环境我通通都知道嘛，所以我很熟悉我的工作环境，所以我上班也很快乐。过年即要到啊，卖场生意真好，更加需要老经验的员工来服务。阿美姊也希望加20年工作经验，传予少年的同事。公司已经由工作或者设计来减轻伊的负担。为他量身定做调整一些工作的工时啊，做一些辅具啊，职务赛政系的申请，让他们可以在工作继续航行。台湾近期进入超高龄社会，加上即阵囡仔生少，少年劳动力减少，卖酒工作找无人。中高龄劳工退休了后，因为经验真丰富，加上身体状况也袂歹，有时搁等于工作来补这劳动力无够的情形。像新报文化服务据点就会到3工介绍。如果他们想要进用中高龄的话，可以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职务是可以拆分，或者是细部是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协商之前。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是先来做退休再回聘，还是说我们就继续下来，延到66岁、67岁，采哪个方式可以来先做一些讨论。劳动部特别公布中高龄继续留来工作的参考指引，强调除了原企业继续请以外，也在协商来延后退休的年龄，也是退休了后再搁请。经由指引，头家甲劳工双方经由协商讨论工作时间、地点、内容，合意了后订定新的契约。头家也需要替中高龄劳工来投保这集载保险，并且注意集安卫生的事项，保障继续留来工作这批劳工工作会使顺利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咧台南新营圆环啊，去年完成改善的工程，有改造这款光雷啊型的圆环啊，不过启用了后，却是当地人来表示讲看无路线，或者是定定去搞着线等等的这问题。师傅表示讲，这新的设计是为着过路人的安全来做的，因会阁收集意见，看敢有需要阁来调整。台南市新营圆环车辆逐工拢来去，去年12月改造，加做全台头一座倒车道假雷啊圆环了后，在地煞有人咧反映，有寡人是怨叹车行的方向三无掌，车搁定会搞着线，圆环边仔的菱形空间伤我停车格。另外，无人是感觉整体安全感有提升。那明代是这支标志甲标线，无互人随看就知影安怎行，恐惊互驾驶看甲晦气。海过火煞煞，改善了真好，但是速度袂使伤紧。公车伊边仔常啊倒摆伤紧，真危险。没有先导，这指示方向也搞不清楚。面积这么小，像前面要转这边，那边转过来要转也不方便啊，不是很容易开的。可是我们认为还是不是在适当的人行道方面再修正停车空间。交通局讲，这个路口因过常发生事故，指示无够，才会启动改善，对传统圆环转型做现代圆环。新的主要是运用车引线甲标线，互车的方向通出入，兼采用动线分流，透过路面画线，会当引导车要安怎行。要求你去圆环进前，先分流，爱搁减速。嘛，佮有说过路人庇护道重新整理路边停车位，车道变窄了，才能够让驾驶自然减速。那同时呢，也可以避免机车不当钻入汽车的死角。针对车道的宽度的部分，我们有适度的去放宽。我们在圆环里面，我们有做这个群环，让这些比较大型的一个车种或特殊车种可以去做碾压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出环跟需要绕环的一个车流，我们是有采这个分流的一个的指示。交通局强调，实在去检查大台车若驶较慢咧，这路是有够快，会当转弯射角。那人行道边的停车格、甲过路空间，拢是伫合法兼顾停车需求设的。针对这阵部分民众甲平台意见，市府回应会继续收集过路人的意见甲事故数据来做调整，因希望通车好行，过路人嘛会当安全通过。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嘉义市的贵义新华村传出这经营的团队遇到财务困难，已经欠主管机关林体文资处真侪钱，即阵已经解除契约。对于1月16日开始，林体文资处就把这经营权收回来。目前园区是照常咧营业，会阁继续找新的业者来接。伫嘉义市以新园甲日本建筑做主题的贵义新华村园区内店家照常营业，平常日嘛也有游客。毋过，所传出经营的团队有财务困难，无法度伫期限内还欠主管单位阿里山林体文资处的费用，所以经营团队甲林体文资处双方已经解除合作契约。为1月16日开始，林体文资处暂时家己来经营这个园区。积欠本处114年应缴纳之租金、权利金，还有逾期罚金，总共893万余元，所以本处才会依照契约的约定，在1月15日跟快存公司正式终止契约。除了欠主管单位租金甲权利金以外，负责经营的公司嘛，阁有欠园区内底店家的营业收入。园区的店家表示，即卖因找无团队的负责人，希望林体文资处会当出面来协助。有点像百货公司的方式，它就是会有月结45天，所以大部分的厂商在这边应该都会有将近2个月的费用在这个厂商这边这样子。我们等于说厂商的货款都有在对方那边，目前都还没有拿到这样子。平均我应该都接近100了吧，大家都破100了。只是说我是觉得说那个林铁处这边他应该要更积极的站在这些立场上去协助我们店家。林体文资处表示，除了开始进行重新公开标注的工作以外，嘛当咧甲园区内店家讨论换新合约的代志。另外，会要求进前经营的团队赶紧解决甲园区店家的债务。后个月就是旧历过年，希望会当维持园区的正常运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车鼓丁因过伫咧高雄的林园地区是真出名。2008年的时阵，马国宏邀请去到总统府头前来表演。不过，这项基地即阵也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刚才有社区的发展协会是找退休的教练，带20外位学生做伙来传承。请传统服装对着这造展现独有的脚步手路，这是由高雄市林园区文贤社区李小基地组成的车鼓丁，捌伫运动部转变运动署114年全国民俗运动丁得到文丁顶头公开组得优。这个团队的组成并无简单，因为团员拢是对学校出来的，后来因为无法度延续，才提出校园由社区接手，招12个庄头的高中小学生来组成。我觉得很开心，我很喜欢跳舞，然后感觉它很古老，很有传统感觉。希望阮伫遮组织的囡仔来办一个，互囡仔会当下课，会当有一个延续这个学习，都来传承这个文化。即阵因为大环境的影响，车鼓丁伫台湾已经较少看会到，有兴趣的人嘛愈来愈少。去年的全国民俗运动丁车鼓丁全国嘛敢若因一队来报名。这个文化除了面临短暂的问题，伫推赛的过程嘛有真侪阻碍。因为阮恁过咧跳拢跳400年前的戏文啊，讲实在真诶人也听无啥有啦。所以讲阮真也开始。伫咱即个土地唱阮家己的歌，讲阮家己的故事，所以阮即届阮有编一个林园好地理，套传统的曲调。武定将庙埕文定伫大厅，传统文化面对社会环境的改变，也必须爱对咧调整甲变化，互大家有机会理解参与，进一步传承落去。记者顾昭勇高雄采访报道。最近伫咧网络有一个短影音口座，号做学台语，会来介绍台语的水甲趣味。即阵这创作者也来出版一本册，号做《日晖闪逝》，无到1个月时间，已经卖出3000多本。想要和你做伙，看春影，甲大家你做伙人仔熟。最近你伫网络顶可能有看过即个台语的低雅音，声音真温柔，小解台语的方式也真特别。看热天的雨花，看东京的霜雪，就安尼行落，
创作者就是伊也未满30岁温六桥，伊是一位心理师，求学背景和文学、台语拢无关系。台语是伊的母语，也知影讲台语伫历史上捌受过无公平的对待，所以决心家捡回来。伊就去现台语字典，伫字典内底看到台语的水有灵感，伊就家己写落来。我为一个叫做台字大书店的这个较早的书店来去拣一寡台语内底足水，毋过足罕有人知影的书，来家己写做，就是每一个书写一条诗安尼。因为想要家己发现呢，甲大家分享，就安尼温六桥对2019年开始经营低雅音，经营到今已经第7档，已经有13万的买众。伊讲上困难的所在，就是爱思考安怎寄出台语的口啊，互听无台语的观众嘛愿意看伊的影片。台语社群足歹做的一件代志，就是出这个台语口啊嘛，就是咱叫出圈，就是你若是对台语文无兴趣的人，可能要接触。这个机会就会较少，我感觉应该就是爱尽量设定大家有兴趣的物件。譬如讲，我之前有分享就是巴拉，然后就是用这个 Michael 有一条歌叫 Beat It， 啊，这个音音的效果就袂歹。0音后浊音化的现象会让巴拉听起来像巴拉 ，Beat It 听起来像。现在温六桥也家己伫咧网络顶创作的台语诗收做一本诗册，或者日花闪诗，专册有罗马拼音、华语和台文字。出版无到1个月时间，已经卖出3000多本，销量真好，互温六桥料想袂到。伊感觉这对台文界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代表不管是电影音或者是文字创作，拢会当伫咧无同的舞台，互大家看见台语的水。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教育部顶礼拜推出新的电脑版台湾台语输入法，即马也推出手机的版本。上重要的功能就是会当用讲的，就写出正确的台文，或者对台语的拼音无识，或者是未晓写台文的民众，真方便使用。一台语团体也希望讲，未来会当开发出输入华语，就会当自动翻译做台语文的功能。即马伫咧手机顶头已经会当互民众来讲台语，写出正确台语文的 app 咯，是教育部所开发的台湾台语输入法。只要民众拍开这个键盘，然后对这粒甲刺落去，开始讲话了后，就会当互民众讲台语、写台文愈顺时。初期教育部则发布新的电脑版台湾台语输入法手机版本的14接续上线。上重要的功能就是有语音输入的功能，互对台语拼音无识，也是未晓写台文的民众，用讲的就通写出正确的台文。教育部表示，在起盘嘛推出2种，一种是英文的排列方式，另外一种是用台语的声母和文母去排的。民众会当用讲的较紧啊，就是手机自动会当甲语音转成文字。即马地方厅的部分爱继续去增加伊的医疗库的迄内容啊，才我都加强伊的迄辨识的功能，这部分才过来继续拍拼。教育部表示 ，App 也通调整字的大小、自定思考，嘛，互一寡英国定无通显示的字，像爬山的爬、小翔的翔，拢通正常显示。针对这届手机版本的台语输入法，有台语团体讲已经望真久，总算等到啊，嘛希望为着扩大使用族群，建议增加输入华语输出做台语文的功能。那总讲会使啦，因为咱即马就是语言的这流失足严重嘛，这变做是需要华语甲台语两边的思考拢有够大量，才有法度来处理嘛，开一个语法的这个转换等等。教育部自2004年开始开发手机平板通用的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民众即马伫 App Store 甲 Google Play 平台拢通下载来使用。民众嘛通对 App 内底写意见予教育部，教育部表示收集了后，未来会继续改善。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镜头往来看，南韩总统李在明去访问中国了后，即阵去访问日本。含首相高市早表示，针对经贸、安保甲 AI 科技的议题，同咧进行交流。也在进前，伫咧乐团拍鼓过即个高市早表，也来邀请李在明做伙对即个韩国的流行歌做伙来弄鼓，展现两国同咧积极深化交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南韩总统李在明伫严肃的日韩领袖会谈了后，两位领袖斗阵拍鼓，互外界看了到地行一个也真欢喜。高市甲李在明双手演奏拍鼓 K-pop 热门的金曲，
学生时期担任乐团歌手的歌词，甲李在明拍鼓，合作时展现两个领袖真罕咧看到轻松欢喜的表情。会后两人也交换鼓棒，展现双方的好交情。李在明也送龟头南韩社祝寿果予歌词，歌词的回礼有日本籍环保的手表。李在明伫13飞到日本，伫歌词的故乡奈良举行双边的会谈，两人对金木安保 AI 科技这交换意见，同时也讲到全球甲科学安全的议题。歌词讲日韩关系甲日美韩三方的合作对着科学稳定有帮助。同时确认日本甲韩国建立一个无限形式、随时会谈的管道，也就是来回不断的这种外交的关系。大統領との間では今後もシャトル外交を継続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いたしました。这就结束访问中国之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李在明，重点放伫日韩甲中国关系立场，呼吁强调中日韩三方深化合作的重要性。 저는 동북아 지역의 한중일 3국이 최대한 공통점을 찾아 함께 소통하며 협력해 나갈 필요가 있다는 점도 강조하였습니다. 李在明访问日本第二天，参访奈良县的世界遗产发扬区，经由这座甲朝鲜半岛历史渊源真深的庙寺，代表日韩关系迈向新的阶段。过去预计伫今年找时间回访南韩。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好，那韩国的流行歌，即马韩国的泡面也是正受到外国人欢迎。根据着韩国海关的统计，去年韩国的泡面外销的金额就到15亿2000万美金，其中北上济就是去中国甲美国，占这出口额超过40%。 不管是世界拢因看到的便利商店，或者是泡面专卖店，人客为5岁10岁货架顶悬摕家己喜欢的泡面，有人早等于煮，啊，毋过更较侪人选伫店内用店内提供的烧水甲电磁炉。在真寒的冬天，食一碗烧烧的泡面，身躯是烧乎乎。这间毋是真侪韩国人生活的日常，也正做去韩国旅游的外国观光客真喜欢的消费方式。 Oh, I think it's really good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t flavors, and also I think it's like evolving. 法新社报道指出，烘焙真侪国家韩流文化，加做韩国泡面受外国人喜欢的主要推手。根据朝鲜日报引用韩国海关的统计，泡面外销的金额，在2023年之前拢伫10亿美金以下，2023年是9亿5200万，到2024年就超过10亿。 达到12亿4800万，成长31%。2025年，佫增到15亿2000多万美金，年成长是2%。It's become so popular that they needed to add the word on the dictionary, because in the dictionary you have all the words that are the most used. 以前讲到这种随煮随食拉面，英文单字拢是倒边为日文翻译的。啊，毋过即马韩国泡面风味各国，韩语发音翻译的多片正平的单字，共款比收入比牛丁应技术等。朝鲜日报指出，为迎合增加外销需求，生产泡面食品业者拢正拼。 比如生产辛拉面农心食品，计划伫2016年下半年，在釜山国区专为外销的泡面生产工厂，同款伫庆尚南道。三项食品要伫美容市增加第2个厂区，另外为进攻中国市场，三项按算伫浙江省设第1个海外生产据点。公视新闻徐家珍编译。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建议，2岁到4岁囡仔逐天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上好莫超过1点钟。所以英国政府是按算要来发布新的指引，限制囡仔看电子产品的时间。 I see you, peekaboo。伫伦敦这间学校内底，妈妈甲心肝仔做伙互动，这是伫囡仔成长过程当中上介好学习的方式。不过，根据英国政府要发布上新的报告，会当发现。 太侪囡仔实在是想买3C 的用品，因的目睭看的毋是外口的世界，是定伫咧手机啊顶悬。She sees my phone, she just loves it, and then it's like she'll just try and take it. 调查显示，若是用伤侪智慧型手机啊，会阻碍5岁以下囡仔学习，也阁有讲话能力。所以政府要来制定一个指引，按算4月要来发布。英国大学合研研究发现，囡仔若逐天看荧幕5点钟，伫34个思维的测验当中，敢若得53%。
逐工若干看44分钟以下的人是着65%。A lot of vocabulary is acquired through interactions. 研究还发现，98%2岁以下囡仔平均每一工看荧幕的时间是2点钟，有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2岁到4岁的囡仔一工看1点钟，这个标准的干那34%。专家讲，4分之会使入学的囡仔看到绘本，袂晓家己翻译。另外，一名全球伤过肥，也有糖尿病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针对有糖的饮料，也有酒精提高扣税。Got taxes in lots of countries, 150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me studies from the UK, for example, suggest that the sugary drinks industry levy in the UK has had an effect on childhood obesity and on tooth decay. They do hurt the people on the lowest incomes the most. People on lower incomes tend to be more likely than people on higher incomes to be drinking or smoking or consuming sugary drinks. 食薰、啉酒，也有啉有糖的饮料，这对人体拢是不好的。世界卫生组织伫2025年7月正式推出计划，望讲伫2035年进前，将这3项产品的介绍至少提悬50%。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天气玻璃仔，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2度至24度，中部地区12度至26度，南部地区13度至28度。东部地区14度至25度，还有外岛地区12度至21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